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43集。我是小张，小张甲你保证，标题写的这4字，你无一字会晓写。你若是唔相信，咱就来甲试看卖咧。第一字，每一间房间警察拢敲过啊，这字敲安怎写？第二，小张，来去恁兜泡茶，这字兜安怎写？你敢会晓？第三，算小的小安怎写？你敢会晓？第四，跋筊的筊安怎写？小张今日嘛要来讨论。小张唔是敢若有文献尔，参教人跋筊的筊经。小张今日就要摕互你看，敢有影？有影无影？看落就知。今日这集爱对这字开始讨论起。这个字伫教育部的网站内底有记录2个音，佛光普照，这字照就是文音。西照日的照，就是白话音。看到这，相信一寡老朋友都已经知影小张今日要来讲啥。无毋对，今日就是要来讨论凹甲乌互相转运的字。像这种的字，实在有够济。小张今日经20几字要来讨论，拢是常用字。咱即马来讨论这个字，伫运册内底有记录，会使读作扫，嘛会使读作笑。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出没有尖也。中和小声，伫中原英文内底有记录，爱读作小，第2调的小，这是文音。转运了后，就爱读作小，第2调的小，第2调变调了后，就爱读作第1调，读作西的声调。所以这个字就爱读作小等一下的小。写这字小完全错误，安怎讲？要等人无大小之分啦。刷落来，咱来讨论这个字。伫运册内底的记录，这个字爱读作消。伫说文解字内底写热也，将火摇声，文音就爱读作消。转运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烧。咱即马来举例说明。心存正念，看夜烧香拜佛，这字烧就是这个用法。咱即马来讨论几字较简单的字。这个字的文音读作焦，曲大声焦，就是用这字焦。转运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招。小张熟悉一对翁仔某，2个拢在卖菜，钱赚足济。人因的竞赛都是用招的，这字招就是这个用法。这个字的文音读作表。小张有一位学生较含慢讲话，较袂晓表达。小张拢甲讲，你去做一张表好啊。表甲表都是文白音之差。这个字的文音就爱读作标，标准的标。转运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标，标会啊的标。搁刷落来，咱来讨论这个字。这个字有2个声调，会使读作第2调，嘛会使读作第3调。少爷就是用这字少，少爷的烦恼拢比别人较少。这字少就是白话音，文白之差。即马一定有人会反映，这个少甲少2个声母根本就无同款哩，无毋对。请听我慢慢说来。声母互换这个观念，小张已经讨论过真侪摆啊。但是今日要来做2个改变。第一，小张决定要来配合教育部，诗甲诗2个拢读作 S 的音。第二，支持诗这3个声母嘛会使互换。但是有人甲小张建议，唔免这麻烦，下骹这3排会使整理做1排。安怎讲？整理完了后，就会使写作安尼。无需要解说，因为甲教育部的写法一模一样。这是啥物人甲小张教的？这就是咱的好朋友 Brian 先生甲小张教的。声韵学的大一个专家，安怎写，交代甲清清楚楚。咱即马直接来看结论。这几个声母拢会使互换，其中这个刀甲托，后摆咱嘛需要考虑在内。咱即马翻头转来讨论这个字，除了后的韵母转运做乌以外，这2个声母嘛互相替换，咱就会使得到2个音，少就是文音，少就是白话音。除了声母以外，小张要过来强调一遍，韵母嘛会使互换，伊甲有就是上好的例。但是伊甲有若毋是当作韵母来使用的时阵，会使讲是来无影去无踪，当时要来，当时要走，拢抓袂准。咱已经看真侪例啊，今日要继续来探讨这个现象。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。这个字伫韵册内底有记录2个音，会使读作消，嘛会使读作苏。
搁一摆证明后甲乌就是互混，嘛会使讲是互相转运的一对韵母。咱即摆针对这个文音来做讨论，经过声母互换了后，就会使产生一个白话音，读作超。咱即摆来举例，苏查队甲规个地下室拢超透透，超就是用这个字。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，这个字伫运册内底的记录爱读作校，第7条的校，甲教育部记录的第2个音共音。咱即摆来举例说明，张爸爸，校长是恁后生哦。这字校就是这个用法。伫运册内底有记录另外一个音，就爱读作校，校火、校果，就是用这字校。咱即摆翻头转来讨论这字校的音，其实这字校甲这个字有淡薄仔相像。安怎讲？这个字文音爱读作红，转运了后白话音就爱读作行。但是某种音故，种种因素之下，这个好的音所去无意，无意了后，咱拢甲读作红。这字校嘛有同款的现象。这个好的音去无意了后，咱就会使得到一个白话音，读作后。后壁就是用这字后，每一个转运，每一个音的来龙去脉，咱拢甲讨论甲清清楚楚。这就是咱做学问的态度。说落来，咱来讨论这个字。伫运册内底的记录爱读作翘，第3条的翘，尾起呀。咱即马来举例，翘高练就是用这字翘，但是翘的是前练，唔是后练，爱讲好清楚。经过声母互换了后，咱就会使得到一个白话音，读作翘。无小心去踢到刀仔骹，踢一个指甲煞翘起来，这字翘就是这个用法。这个字伫运册内底有记录另外一个音，读作翘。第5条的翘，经过声母的互换，咱就会使得到一个白话音，读作翘。翘尻川就是用这字翘。安怎解说？咱来看字文安怎写。尾起呀，看有的就看有，看无的嘛无要紧。咱即马来讲几字较简单的字。这个字的文音就爱读作叫，转运了后白话音就爱读作叫。你莫我来哦，我会叫警察哦。这字叫就是这个用法。这个字的文音读作小，白话音转运了后就爱读作小。校长，听讲美国的小会足济，你开车就爱较小心咧。这字小就是这个用法。这个字的文音读作钓，去钓鱼台，钓鱼，文白音之差。这个字的文音读作报，这摆去开会的钱会使报销无？嘛有人讲报销，文白音之差。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。这个字伫运册内底的记录，文音就爱读作校，见校就是用这字校。这两字伫教育部的网站内底有记录，无但见文献，阁写甲真清楚。咱即马翻头转来讨论这个字，文音读作校，照道理来讲，转运了后就应该读作校，但是经过声母互换了后，咱就会使得到一个白话音，读作笑。咱即马来举例说明，校长这个人真乐观。逐工都花头喜面，喙笑目笑，这字笑就是这个用法。刷落来，咱继续来讨论一寡较简单的字。这个字的文音读作教，白话音就读作教。校长能力无够，但是真认真，就是用这字教。这个字的文音读作教，白话音就爱读作教，甲人相教，就是用这字教。这个字有2个声调，会使读作第1调，嘛会使读作第3调。三国时期的大人物曹操，就是用这字曹，白话音就爱读作操。校长，恁迄个单位的操无，就是用这字操。有另外一个声调爱读作第3调，无需要举例，你嘛知影安怎读。咱即马来讲入声字，这个字的文音读作哭，转运了后白话音就爱读作哭。什么代志哭甲遮伤心？这字哭就是这个用法。入声字就是咱这集上精彩的部分。一开始，咱先来讨论这个字。伫说文解字内底写计啊、中仆、罗声，有一个文音伫运册内底有记录，爱读作错。韵母转运做后了后，声母搁互换，就会使得到一个白话音，读作笑。第3条的笑，算笑，就是用这字笑。即马一定有人会讲，校长你好大胆。这字也有可能读作笑，你乌白乱讲。
咱即马来看证据，伫汉典内底就有记录，伫下门即个字就会使读作孝，嘛会使读作素，一点仔问题都无。刷落来，咱来讨论即字甲古文时代就已经存在的文字。伫文册内底的记录，即个字的文音爱读作曲，转韵了后就爱读作翘，第一调的翘。咱即马来举例，伫社会上有真侪曲折离奇的代志，因为即马的人讲话拢弯弯翘翘，曲甲翘都是文白音之差。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，即个字有真侪异体字，伫文册内底的记录，文音就爱读作读，转韵了后白话音就爱读作调，第五调的调。咱即马来举例，在梦中林志玲甲我染调调，即字调就是即个用法。啊，即字是啥物人甲小张教的？甲我教即字的人甲小张共姓，嘛姓张，就是即位张大哥。参文献就传遍遍，看有功夫啊无？刷落来，即个字共款是甲骨文时代就已经存在的文字，伫文册内底的记录爱读作读，意思鸡呀、厝呀，文音读作读，白话音转韵了后就爱读作刀。即马一定有人会问，小张，你讲即个字读作冰声，就读作冰声哦？毋是啦，毋是我讲的啦。中原音韵内底就有注明，即个字入声做冰声，所以读作刀，一点仔问题都无。咱即马来举例，土头人呢有闲来按刀泡茶哈，即字刀就是即个用法。伫10几年前，小张有一位女朋友是金门人，因的腔口较特殊，若是要讲去恁兜泡茶，因拢会讲去恁桌泡茶。迄当阵，小张认为因伫讲的桌可能就是即字，但是即马想想咧，应该是即字才对。咱来讨论即集的上尾一字，即个字伫说文解字内底写触呀，张口在笑下，伏脚字，一月半，所以惊奇。伫古文内底有记录，即个字的文音就爱读作脚，转韵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叫，第二调的叫。小张是安怎读作上声？因为伫中原音韵内底有注明即个字入声做上声，所以即个字读作叫，一点仔问题都无。即个字甲跋是同义连词，所以跋叫就是写作安尼。咱即马来讨论证据。伫说文解字内底写跋叫戏录读12期啊，所以跋叫确实就是爱写即两字。即马可能有人会问，小张，一开始的时阵，你毋是讲有教人跋筊的交经？好啊，你若是要看，就互你看。咱即马来看另外一个证据，这篇文献就是跋筊的交经啊。安怎讲？这篇文章专门伫教人跋筊安怎跋。一开始，伊就讲颇有新意，过来，伊就甲跋筊的方法写甲清清楚楚，所以跋筊确实就是这两字。咱来讲结论。第一，这集咱讨论超过20字，拢是凹甲乌互相转韵的字，无大紧，各拢是常用字。每一字的发音、用法，你拢真清楚，证明小张无胡白乱讲。第二，到今为止，咱用同一套方法，已经讨论超过150字的白话音啊，证明这套方法确实会用值。第三，这个乌韵的字，小张敢若经20几字来做讨论，其实也有袂少的宝贝，尤其是入声字，才是精彩。各位若是有兴趣，会使家己去研究看卖咧。方法若是用了正确，你毋免去找正字，这个正字自然的就会浮出来。第四，我要再来强调一遍，小张这套方法用的是同款的理路、同款的方法、同款的标准来找音、来找字。好，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